知道你心情不好啊，但也不能这样折磨自己啊。哎，哎，秦助理，秦总他怎么没来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看你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心不在焉的，到底有什么事儿不能跟我说啊？段飞，志东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能去看看他吗？好，我知道。志明，那个，我有事出去一下，我和云总都不在公司，就交给你了。上午一直都没有来。哦，怎么了？我猜是因为荷兰的关系，毕竟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不可能不受一点影响。这点儿倒蛮像他老子云顶的啊。不过，我还是有些个不安的。韩总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尽可能的和天浪集团撇清关系。韩总，他们有一些资源，我们还是可以利用的。这个人做事太过武断，手下办事每次都出现各种问题。我的初衷只是想把云志同赶走，给志明以后铺路。我和魏天浪完全不同。是，您的一番苦心，志明迟早会理解的。但愿吧。你看谁来了？嫂子，小子，你别太难过，我们会体贴的报仇的。对，嫂子，别难过了。别难过了。饿吗？你小点去。志同，你没事吧？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新雪，我和林世彤已经秘密结婚了。什么？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也是他最信任的人。我相信你能保守秘密。你们为什么结婚啊？以后会知道的。你过来。好，老大，这是你让我调查的名单。这是什么？公司内鬼的完整名单。说实话，即使我早有心理准备，看到这个还是很震惊。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勤勤恳恳的，没想到是这样的人。现在，我们一定要做出决策，
红蝶，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。如果把这些人都清理掉，那红顶的骨干力量就彻底消失了。这样的话，石头身边就什么人都没有了。他有我，有你，还有我们大家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挽救红顶公司。什么办法？老大，你快说呀！找到最信任的商业合作伙伴，在技术人员上提供暂时的支撑。有了这层商业联盟，即便离开一批骨干人员，也不会让红顶集团陷入彻底的危机中。现在去哪儿找啊？哪有什么可靠的商业伙伴？集团和集团之间，即使是合作，都会冲着商业利益去的。像这种救人的事儿，我想不会有人愿意摊上。其实还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谁呀？苏氏集团。把名单给我。你还是别看了吧。现在几点了？4点25。对。金雪，把上午没开的会议挪到下午5点钟，通知所有人。好的。红顶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我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，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林总的意思是想推卸责任呢？秦雪，这个方案是电商计划目前为止最完备的方案，请大家仔细看一看。我相信，这个电商计划一旦启动，将会给红顶带来不小的收入。林总，就算这个方案很完备，但是不知道股东大会上的股东会不会同意？韩副总，我们股东大会上见。好啊。另外，还有件事情要公布，段部长复职了，继续担任监察组的工作。没想到你的人这么无能。现在怎么办？现在韩元仓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，只能靠你自己。靠我自己？靠我自己？你说的倒轻松，
我怕是摊上麻烦了。慌什么？红鼎里面不是还有你的人吗？只要你牢牢控制住他们，一样能给红鼎带来威胁。事到如今，这个韩元仓当然自生自灭了。他不过是我们的一颗棋，听话就用，不听话废了就是。现在阻拦我们的只剩下这个段飞，他已经破坏我好几次计划了，不铲除他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云石彤那丫头今天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电商方案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虽然她有了电商方案，可是没有资金周转，人手也不够啊。韩总，我觉得是时候一搏了。说来听听。天浪集团的人已经渗透到红鼎集团的多个板块，地产板块很快就会因为价格的浮动而引发客户的不满。过不了多久，红鼎集团就会出现新的危机。更何况，董事会还有咱们的人，您大可不必担心。这是我调查所有对手的人事变动、资金流向，还有一些非法交易的证据。还有呢？半年以来，天朗集团多名骨干人员陆续进入红鼎，他们修改个人简历，